真糟糕。当每次画画接下来要写这个线后哈，或者事后哈，一直开始画，一直画啊，一直画啊，5年后，啊这5年后了，伊就见地菩萨啦，哦，啊阿罗汉你看就发这物件，哦，叫做阿罗汉有必须在发这物件，5年后的菩萨在发这物件，哦，所以伊是按照一直有，啊所以咱就是不管来画，啊就是在有道画是真意思，咱这有法通画的，画这物件嘛，见后书后，等到画完以后，那我们画。咱的力量并不高，咱的这个嘴，这个姜头，像你这这姜头高，高到能稍微高，啊，稍微高了，所以它不新鲜。啊，那稍微高，会高了造出来，你就空了。你造出来还是进了进了风啊，进了力量，进了风，你保持进了，这保持进了。哦，因为伊到第二天到伊时间就保护嘛，啊，伊若要突发伊用有保，哦，一个有保，一个进面这无突破，啊，那么突破那个难呢？这突破是安怎呐？智人用，哦，要比用，用，哦，要比用，比什么坏时间你要搞。乱时间搞，你为这事，哦，你无同意，你为了那个，你为了那个红人，哦，你是一个人，我出来做了众生，你叫春堂，虽然讲是在谈嘛，好，春堂作变化是几个发展，但是伊以前那是。他妈一定要先变嘛，变到先买了问题，伊一变，啊买了多用啊，用两年，用他妈变，所以呢，我刚才那个取他妈哦，因为现在这个产品或者它这个买了规划呢，这个消费者和放那规什么，比如比如放在产品过来发现他们现，你直接会要放第8个人，所以以前那个机。若有智慧医若无出来无钱，这种事情较多。种，你他妈是多了呢？他妈用那种钱啊，哦，买啊，用伊那个年台这产检啊，这检，他妈是福建来检了这我现在有生意上面，伊嘛爱检，伊若不检，伊就难出。所以出来了后，其中伊一到多来讲，那个叫智，所以他一定要智人。啊，咱前面叫做突破，哦，咱突破嘛是讲嘛爱智人用，哦啊，目标因咱前要什么孩子，咱前面讲有接触孩子，因为咱接触的，咱接触咱来咱有接触有接触的。伊也对应其他感觉，我有机会咱来讲这个事，哦，咱就无来，啊无来讲，你就发动，你就放不去，所以这是你们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。你按照自己来讲的，哦，这是一个价值，因为在这个这个叫你在这个这个核心，啊，核心是变成心爱好来了，面对一些进来的这当中，你啊，你去平衡。你有一些线，但是你活动是大，转世神是分的身体。好，我到一些线，我一些来说来，你这一些线哦，我一些来说来，哦，这个靠这意见，实在有点难哦，对，困难，当先点题的时候，公家点题不要花钱呢，公的不行。有些只要他看见人以前，他以前，他没讲那个那，
放手放来搞面工，现在一看见面工，那我知道我，那个不对了，这个小的一样不是小，所以你刚刚你选了哪边安怎在，所以你重心不是无原因的哈，角度论文是无原因的哈，好，跟住嘛，听嘛。